好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呢，就係元朗翠聯一間1090尺屋，再加咗500幾尺嘅花園，咁可以泊到2、3部車噶啦。咁屬於一間靚裝修，比較少放盤嘅一個地方啦。咁最主要佢係一個大嘅套房設計啦，咁適合啲年青人嘅。咁而家同大家去參觀下。經過前面嘅大門口入屋呢，右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，左手邊就係客廁洗手間。而由後花園度望入去呢，就係一個好闊落嘅客飯廳空間。成間屋呢係做咗灰色嘅設計啦，有啲現代風格。成個地下空間呢都鋪晒地磚，方便打理，亦都安裝咗一個開放式廚房。廚房空間呢十分之闊落，可以擺部雙門雪櫃、咖啡機、微波蒸焗爐。工作台面亦都好充足，有個吧台位置可以作為早餐區域。廚房呢係用電磁爐煮食。而間屋呢安裝咗太陽能系統噶啦，基本用電量係唔需要擔心。地下呢度亦都有個好企理嘅客廁洗手間。沿住呢條咁靚嘅樓梯一路上去，就係1樓寢區嘅部分。樓梯一上去呢，就會見到一個書房工作間，陽光好充足，十分之開揚。呢度亦都係用灰色嘅設計，時尚感爆燈。而同層有一個主人嘅大套房，6尺雙人床做到3邊落床就一定噶啦。床尾仲可以擺張梳化仔。入門口嘅左手邊已經有個衣帽間啦。咁而前面呢個部分有個隱藏門，入邊都仲係有一個好大嘅衣帽間空間。而套廁浴室入邊係採取咗企缸嘅設計，有窗，屬於明廁。空間走動位好足夠，仲可以擺多部洗衣機添。呢個地方呢，就係佢另外一個衣帽間位置。呢度呢，就係另一個衣帽間。主人房呢度男女戶主可以享有自己嘅私人嘅衣帽間位置。而地下有個獨立嘅車庫位，可以泊到2至3部車。如果大家對呢個靚裝修嘅翠聯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，亨臣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